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即马做礼拜时间已经到，只是请咱备万心、安静耐心来做敬拜。万国啊，恁着阿罗耶和华；万百姓啊，恁着称呼伊，因为伊对咱大施慈爱，因为耶和华的信心永远伫定。恁着阿罗耶和华，这是咱这赞美团带咱来阿罗上帝。感谢主，再次来到神的殿中，以主为乐，呼求主的名，也献上我们嘴唇的果子。我们一起用敬拜征战，我们也将这世界的苦难我们的愁烦不能胜过的事都交托给他，让他来为我们征战。那如果方便我们邀请大家能够一同站立来敬拜，愿神他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们，靠着耶稣得胜。宣告我软弱的改变，
谢神，凡投靠他的，他便做我们的盾牌。上主是我们的藏身之处，唯独倚靠上主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上主靠近伤心的人，他的话是炼净的。求主帮助，主你的话语一步更新我们，使我们与你更靠近。我们继续来敬拜。主你是我的避难所，你爱将我紧紧地拥抱呼吸，你爱里我愿成为你的居所，我要要永远坚定地爱你，亲近你，主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定，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走进你心意。感谢主，继续从头再唱一次。主你是我的避难所，你爱将我紧紧地拥抱，使我苏醒。你爱
成为我命定，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主，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定，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走进你心意。谢主，敬拜到这里，请我们持续站立。这是请咱游玩起来，咱用台语新的界面来告别咱的信仰。恁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恁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界面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请坐。这是咱昨个来交通启文，启文伫个旧的圣诗38首。启文我来启，咱做阵来用。我说书会讲人甲天使的音语。我说书做先知，佮说书我有召逼的信，到家来移山。我说书，互尽所有的来尽济，佮献我的身躯，互火烧。恁来是教宽容慈悲。无行见笑的事，无求家己的利益，无欢喜不义，是甲真理三甲欢喜。仁爱永远袂无去。因为咱所知的无完全，做先知的也无完全。我做囡仔时，讲话亲像囡仔，意见亲像囡仔。因为咱搭对镜伫看，茫茫无明。我当所在无完全。现今所存的，就是信、仰望、仁爱这三项。这是请咱额头三甲来祈祷。听咱阮的阿爸爸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伫你的听的保守，你互伫7日的第1日来到圣坛来敬拜主你。主求你即时感召每一个人的心内，感谢伫过去日子当中，阮着拄着恶担当艰难的代志。递到阮心内艰苦，毋知要来向讨，但是阮知上帝你无离开阮，因为你的手拢永远伫牵阮。感谢伫过去日子当中，阮所行所做的有犯着主你的旨意，递到阮的心充满罪恶感。但是阮知主你是怜悯的上帝，你是慈悲的上帝，你是恩典的上帝。你要一边用你的保惠来洗净阮一切，互阮清清气气，白白来到你的面头前来敬拜主你。主求你即时，互每一个人安静阮的心，拍开阮的耳孔，搁一遍来听上帝你要教示阮的信息。同样今日礼拜，互每一个人得到把助，互人生上得到勇敢。愿上你帮助阮，你的圣灵充满伫即中间，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拢得到利益。阮伫你面头前恳求祈祷，奉主耶稣圣之名求，阿门。即时咱请圣乐队咱阿罗上帝，伊要唱的是
耶稣是世人心所喜爱。即时请咱做阵来读，即30个圣经在咱做阵来读。来，仁爱是宽容、慈悲，仁爱是无怨妒，仁爱无夸口、无偏袒，无行见笑的事，无求家己的利益，无快生气，无激励人的歹，无欢喜不义，是甲真理三角欢喜。即时咱要请蔡长老来咱讲道。伊的题目是爱，毋是求家己的益处。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已经2个礼拜没有看到你们，你们平安还这么小声。哎，平安是祝福人家心中平安，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哎，感谢主。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听是不求家己的利益。我在想说，怎么样回来中青以后第一讲要跟各位分享什么？突然这个礼拜7月份、8月份有很多的事情发生。曹兴兄8月8号我们举行告别礼拜，但让我们非常不舍。可是
想到曹庆兄，你想到的曹庆兄拢是穿一件足普通的衫，点点默默付出，求的都是别人的益处，唔来替家己想。然后我去七鲁教会，姚春玉长老已经很久没来做礼拜了，他是癌末，请人家一定要推他来做礼拜。等伊杀掉，推着车，人家推他进来的时候，我的眼眶就红了，因为他完全没办法讲话了，癌已经到全身。然后我就抱着他，突然很多人开始照相，说看到姚长老的微笑，他从头做到尾。之后就到医院，叫门主恩召，8月9号举行告别礼拜。各位对他应该没有印象，因为他是基督教会。可能我们在购堂的时候，都会接到基督教会那种无名氏的捐款。我看会计很清楚，经常问我说：“哎，怎么基督教是谁？”都是他。他生活变不好，可到教会非常的付出，只要有人得救，就是他最大的高兴。不求家己的利益，所以呢，我抱着他的时候，他在笑，可是我的心理上觉得嘛就唔甘咩。然后接着8月20号，我们在这里安慰礼拜。阮当年的陈长老娘、陈东良长老、地长老娘，相互雇佣，剩咱3个当年的。我们在这里，当然我放了很多图，我现在只是举几张图。不舍，但你高兴。高兴是什么？上帝到他92岁蒙召之前，那你讲无痛无病，逐礼拜还阁来礼拜，逐礼拜个手会当甲你按咧，心我多谢你，多少你敢要多。然后8月30号，我们在士林教会跟他辞行。许牧师的讲道我很感动。真真正正一粒麦落伫土里，一粒麦子在土地生出种种果粒。他们说3个家族加起来大概150个人，比我们还多。如果真的做礼拜的话，3个家族一来我们就坐不下。可是我非常不舍，日本人讲一句叫做"傻逼死，傻逼死"哦，就是不舍。可从他们3个人的身上都发现了一件事情。他们完全的付出，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求家己的利益。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不是应该不求自己的益处？我记得上恩上次来这里讲道的时候，讲过一件事情，有些会友跟我分享，他听了有一些回响。他从创世纪开始，我们一直讲说我们有原罪，我们有原罪，有的人很不服气，为什么我有原罪？为什么我会有原罪？那我为什么这么倒霉？我生下来就有原罪。上次在讲那个原罪，是我们所想的那个罪不同的意义，分别善恶，然后你会慢慢的自以为意，家己感觉讲我的才是对的，我的想的才是对的，然后就自私的心就产生，魔鬼就可以引诱，就破口，都会破口，会空嘴，他该牵举笔，就像司仪。一听到谢长老娘半夜说送家父病房，我说那个晚上我几乎快睡不着。第2天我一大早，因为我上班会经过马街，我就赶到家父病房，就叫病房说看病的时间有限制，我不得已就坐在椅子上，我跟他祷告，我说觉得奇怪，心里很平安呢。我就跟他们讲说，其实我心里很平安。他们2个夫妻很着急，可是我心里很平安呢，很不好意思啊，抱歉啊。那之后第2天就传来说，司仪还会玩那个手机的。然后我就又跑过一趟，我又跑去1次，因为我想说9点要开会，那趁8点半能不能去看他一下？结果一打出来，他说在马街啦，
没，在那个淡水的马街21楼。我说那我赶去也来不及了，我就回去打电话给谢长，谢长没啦，那个在家里啦，都没倒啊，都已经去啊。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的是刚开始的，我们都认为它是神话，真的吗？来，帮我念一次好吗？蛇对女人说：“上帝岂不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上帝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的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我们都很熟的经节，也许我们把它当作神话，所以我们的神的话，其实神话并没有错哈，神的话语创造出这个世界。可是有时候我们讲神话是好像是假的故事一样的，叫神话，那真的是神的话语。蛇跟女人讲是什么？上帝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吃这个善恶树的果子，你们会死。”这个死不是人肉体真的立刻死亡，而指什么？我们跟上帝隔绝呀。我们本来有荣光的身体呀，在创造人的时候，他在他的鼻子吹一口气，让他成为有灵的活人，有活开的人啊。所以人当时上帝创造夏娃亚当身上是有荣光的，有光的身体。可是蛇跟他讲说：“上帝骗你们的啦，骗你的啦，不一定会死啦。”去他偷看卖咧。所以我现在也要忏悔哦。小时候我们经常去人偷完柑仔面吼，那鬼啊柑仔面都去人偷完一条。我看足侪有诶，林牧师我看你嘛有啊吼，这个都不要否认啊，我想你也有。但是现在想一想说，这个本来就不对啊。可是小时候就是，可是其实说真的，摘的那个柑仔面吼，摘的那个番茄比妈妈买回来真的是好吃呢。不知道怎么搞，反正就是比较好吃就对。然后我们自己要说，我们基督徒不能偷东西耶，那十诫里面讲说不能偷窃。可是，较少一个以后我来趁钱，我买较侪粒便宜。如果我会赚钱，我会买更多给你。所以我们经常找理由来替自己辩解啊。所以蛇就跟女人讲说：“吃了不一定会死哎。”然后女人说：“哦，真的哦，而且我告诉你，吃了以后会跟上帝一样聪明。”哇！这么好，那我们看天使为什么堕落？天使就是因为要跟上帝一样伟大。当我们有知识之后，我们一直觉得，我们一直希望讲咱足伟大，咱足牛的，头壳足好的，会当像上帝安尼明白是非，明白对假歹。所以上次来讲到的时候，特别讲到一点：我们真的能明辨是非吗？我再强调一次，我们真的是明辨是非，我们认为这个事情是对的，那就一定是对的吗？我们的人用我们的判断，为了让这个事情成为对的，经常就会对抗。我就讲这对，一定要安尼，你讲唔对，两个开始辩啊，两个是辩了老半天，谁赢？两个都输，没赢。所以，上帝不是说不给我们智慧，而是上帝认为说，我们完全依靠上帝就可以了嘛。我给你在这个伊甸园这么好的地方，你就依靠我，你每天快乐的生活。为什么你要自己去寻找自己本身要跟我一样呢？所以他们吃完以后，他们说什么？眼睛就亮了，他们发现赤身裸体，恰心裸体。然后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赤身肉体呢？这本来就赤身肉体呀，又不是吃了水果以后才赤身肉体的，对不对？可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那么人本来所创造的是光荣的形象，那不朽的形象，就像约翰福音所讲，耶稣到世间来是什么？是光啊！光到世界来，我们有没有接纳他？没有
在但以理书里面就特别有提到了，说我们复活的人如晨星一样的光亮，我们会得到永生。旧约呢，可是大家都不太会注意，因为这个好像讲起来遥不可及的感觉。等我们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复活的人会得到光荣的形象，那是荣耀的身体，不腐朽的身体。可是我们还没有复活，我们还没有上天堂，我们还没有过世啊！现在可能要问称章闹梁啊！哎，晚上国一再跟我讲一下，妈妈有没有跟你讲？他现在去那边怎么样？当晚上有没有查经？好不好？那我们每个人在神里面，但是不是赤身裸体，他们就开始觉得，就是那种光没有了，那个本来遮掩着身体整个荣光的形象没有，他发觉到，哎呦，赤身裸体，不好意思啊，在无花果树遮得了吗？遮不了哎。那我们看到什么？上帝的救赎已经开始了，上帝宰了一只羔羊替他们做衣服，那只羔羊就是耶稣基督。那我们看到赤身肉体，他们才知道，然后他们少了一个东西，少了什么？荣光的身体，人跟上帝已经开始有隔阂了。所以从创世纪开始，为什么我们叫原罪？人跟上帝的隔阂啊，是我们的原罪啊。我们所看到，上帝跟我们讲说，田里这个果子都可以吃，尤其那个生命树的果实你可以吃，但是这分别善恶的果子你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你想想看，上帝讲这话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哎，上帝怎么讲话这个样子？这个不好吧？你不是说园中果实都可以吃，为什么这个是不能吃？吃的是不是像你一样？上帝这样不对吧？那现在，然后蛇跟他怎么讲呢？你不一定死哦，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什么明亮了啦。你们会明亮会什么？跟上帝一样聪明啊！哦，跟上帝一样聪明多好啊，对不对？哇，你看什么事情我都知道，跟上帝一样聪明多好！你看，所以他们当初这个亚当就幻想说，哦，能够跟上帝一样聪明多好，那么我们就试试看。哎，所以我们知道魔鬼是从魔鬼是怎么来的呢？当时上帝创造魔鬼是天使呢，是照最美好的，比我们更好，更有 power。那他为什么会成魔鬼？因为他要跟上帝一样，他很自私的心。我要跟上帝讲，蛮自私的心，他跟上帝一样。所以魔鬼是怎么来的？就从他的自私的心来的。那人为什么有罪呢？这个罪是从魔鬼的引诱来的。魔鬼为什么要引诱人？很容易嘛，因为人太自私了，人一定想说为自己好就好。魔鬼就跟他讲，哎，为了你自己好吼，你看，你吃了以后会跟上帝一样聪明，这多好啊！赶快吃啦，不错啦。所以我们的罪从魔鬼引诱来的，这就导致是我们的自私跟自义呀。我们有时候经常为自己的利益，哎，我要跟上帝一样，我跟上帝一样的伟大，所以我们的自私自义导致我们的犯罪。所以，如果他的利益跟神的利益冲突的时候，我们人是自私的，第一讲一句话啥呢？哦，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拢是为家己啊。你也看我现在讲这个例子哈。现在我们家那只小猴子去上国小1年级，哦，你去上课，你就会发现到，上国小1年级跟大学1年级完全不一样啊。上国小1年级哦，所有的家长哦，不单把小孩子带去，然后整个都趴在那围墙里面看。老师把他带去哪里？然后5点半接他回来，的时候5点20就赶快去那边等，哦，一大堆人呢，不是一个呢，一堆呢。然后接着小孩子一定问：啊，你今天上课怎么样啊？老师对你怎么样啊？老师有没有跟你盖签签？跟你讲一个闹亏代志啦吼，所以件较闹亏的代志。哎，礼拜五我们去带我们家小猴子，啊，他每天都有盖签签嘛，就是说，哎，他举手讲话啦，讲得好，啊，老师就跟他开个签签，所以他有5个签签的。突然昨天问他说：“老师今天有没有盖你签签？”他说：“不知道，没有呢，老师今天没有盖。”就把他联络簿翻开来，老师把他签签其中一个打个叉，因为他没有带东西来，所以收回一个签签，然后他就跟你讲不知道，老师没有盖。
所以我们经常为了自己耶，你看，你有没有看别人的小孩？有没有人带？没有哎，你只看自己的小孩。人是自私哎，那自私造成的结果是什么？死。死不是肉体的死而已，跟上帝隔绝的死，那才可怕。所以相对的，自义、自私就是死亡的结果。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要只求自己的益处。你说那这样，我信基督教做什么？我信基督教就是希望无灾无变无痛到一生啊！我信基督教就希望能够赚大钱。我信我们基督教就希望能够做大官赚大钱，我一辈子无忧无虑啊！你们不是经常讲吗？劳苦背重担的来究竟我主耶稣替我们承担呐、所以我来信基督教就是我希望就躺着什么就躺平主，什么我都不干。主耶稣基督你们教会就要替我设法、啊，否则我信干什么？没有我们信是希望我们更加努力，向着标杆直跑，跟追求那个跟主耶稣越来越亲近，越来越像主所以只求自己的益处的话，很容易产生一个自私的心态。这个自私的心态就很容易受魔鬼的引诱。我不是说为自己的益处是罪哦，我讲的是因为你光为自己的益处，很容易受到魔鬼的左右。所以我们想想看，只求自己的益处，那个舌根跟小孩讲，你看那个果实好吃啦，悦目啦，可喜悦啦，吃又有智慧，多好今天如果说我拿一颗苹果来，拿一篮苹果来，谁要吃？吃完之后啊，哇，你看这个苹果多好吃，多香啊！吃完之后，你功课都已经第一面，不必念书，吃八般武艺你都会，连书本都不必翻开，眼睛直接透视进去。你就考第一名，我告诉你们，你们抢着我告诉你，整篮苹果被你们抢光了，那一定的嘛。人本来就是一个自私的动物，相对的，我们是不是希望能够像上帝？当然希望像上帝呀、所以我也希望各位越来越亲近上帝，越来越像上帝呀、可是我们像上帝，我们希望用上帝的话语，用圣经，让我们越来越像上帝，而不是。因为我们吃了善的果以后，躺平主就是像上帝，不必经过任何努力。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恩典神学，只要你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就不必再努力了。你这一辈子若得救，一定上天堂。那所以我们看启示录有14万4千人，我们就说，14万4千人应该指犹太人，还是指什么人？我不知道，反正是我就已经得救，我就可以上天堂。我相信我们称赞老娘上天堂，那是一定的。但是你们当子女的不要难过。人去甲当定了做伙，你咧讲目睭切下什么？人伊两个足快乐的，已经两个伫遐生活足快乐的。恁大家讲我足唔甘的，恁唔甘什么？咱两个足快乐的，那两个伫遐做伙咋劲啊？所以相对的，上帝是不是自私啊？上帝叫我们不吃善恶果，是不是自私啊？上帝，我有个上帝怕我们有知识有智慧啊？你不就很纠结？有上帝这样对吗？你看所罗门王求的是什么？智慧嘛。为什么我们要去得到智慧？上帝这么自私，叫我们不要呢？其实所罗门王求的智慧是上帝而来的智慧。善恶果的智慧是自己想当上帝的智慧，那是不一样的智慧。我们是要越来越亲近主，让主耶稣的智慧在我们的身上，让神的智慧充满着我们，而不是我自己本身就是神。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什么？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呢、我们再怎么努力都不可能像神嘛。所以我们要的是上帝不是上帝自私。所以当时二人赤身裸体，便不觉得羞耻，因为上帝本来就造人的时候是照上帝的形象所造啊，他给他一个荣光的形象啊，他有光的身体，两个人都光跟上帝每天在对话，跟上帝很亲近，他不觉得羞耻啊。等到他吃善恶果之后，眼睛亮了，哎呦，我们两个怎么赤身裸体？哎呦，这个。上帝说：“亚当啊，夏娃啊，你们在哪里？哦，赶快躲起来！上帝看到我们了。”
有上帝知道吗？他当然知道他在哪里呀、他只是问他们，看他们有没有羞耻心。你都有羞耻心了吧？和他们两个，上帝呀、上帝呀、亚当说：“哎呦，不要怪我啊，不要怪我啊，是亚当叫我做的嘞。”亚当说：“不要怪我，不要怪我，是蛇叫我做的嘞。”蛇说：“不要怪我，不要怪我，上帝是你创造我的。”我们经常都是这样，跟我没关系，是他，跟我没关系，是他。我们从来不觉得自己是错的，所以进基督教很累，我们都要认罪悔改，我们都认为我们自己有罪，所以来教会聚会的人都是罪人啊，那个不是罪人都在外面活动啊。我就有罪啊，我自己觉得我有罪，所以我们本身要知道，两人吃肉体的结果是什么？就像那个但以理书说的，那虽然来中的很多人苏醒啊，他们苏醒归义的人要发光如星啊，复活的人发光如星，可以想象当初亚当夏娃也是发光如星啊。他们本身是有荣光的身体，只是因为他吃了善恶果之后，那荣光身体没有了啦。所以什么叫老我？老我就是我们永远存在那个原罪，永远存在我们自己本身亚当夏娃所带出来的。我们自认为我们要跟上帝一样伟大，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所以在老我之中，我们会偏行己路啊。可是我们现在本身主耶稣基督替我们救赎之后，我们要将我们的身体完全变成荣光的身体，我们要照主的旨意而行。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勤读圣经？因为到底是神的旨意在哪里，就在圣经。我们每一个人以圣经为我们的蓝本，而不是我自己自认聪明，我想一些家言名语，我要怎么样照自己的。所以为什么圣教我们要按着正义讲解圣经？圣经是按着正义，按着圣经里面圣经怎么教导我们的，而不是跳着念。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宗派，就像讲白马，就是全能神教会东方闪电，他们自己也有他的圣经他们自己集中起来读圣经可是他们跳着读他们喜欢的，不喜欢的他们就不读，然后就整个圣经就受到扭曲。我们按着正义来讲解圣经，所以很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有一句话说：“爱之事足以害之。”那么听到这句话不？先低压早，先囝不好，人拢是自私的呀。咱囡仔好就好，咱拢常常讲一句话我咧想恁在座老囡仔的人，有小孩子都讲过。咱隔壁迄阿姨迄有读册，你来考酒，你来加遐差济啦，有没有？你们大部分都说。你著行上相共，你看人安尼，人个4级人家考条帮伊入园呢，你考条对，又怎么样？只要上帝照着你的本力，只要他有信仰，上帝是照顾他一辈子能讲究不是念好学校、好学问，能讲究的是你怎么爱主，你的信仰到多少。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这是一个很简单，但是这个很大的学问。我们先来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求自己的是什么？你什么要悔改也就你要先想到别人的好处。我希望能够为你做什么？我能够为你做什么？我将我的好处给你。当你一直在求别人的好处的时候，在无形之中你会得到自己的好处。我现在不是跟你讲说你要去做好处，你才会得到好处。我是跟你讲说，你不要想自己，先想别人，看别人比自己行，不要耽误自己的事情，看别人比自己行，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神的荣耀要归给别人。我们经常讲一句话，我们教越来越复兴，我们希望什么？我们说天上和平归真神嘛。你看到我们那个天使报佳音讲什么？天上和平归真，地上和平归上所喜悦的人地上和平在天顶，应该归伫上帝；地上和平归伫所欢喜的人。可是功劳是大家的，喜悦在我们心里。喜悦喜悦在台中嘛喜悦归于我们的心里。相对的，我没有这个心我没有求别人的意思，
而是不是不在乎自己的益处。我在强调哈，今天蔡长老跟我讲说，我们都不要在乎自己的益处，我们只求别人的益处。我没有这样讲，我所讲的是，我们要求自己的益处之前，要先求别人的益处。因为保罗先跟我们讲啊，从来没有一个人厌恶自己的身体呀，爱惜保养，像基督一样，我们身体是神的殿啊，我们要清洁自己啊，我们要活出神的殿啊。像连公，像活石啊！我们自己本身身体要把它圣洁啊！我们是一个圣洁的身体，所以我们身体重不重要？重要啊！要为自己的利益，但是相对的，你应该先考虑是别人的益处。所以那个救有之后，我们更重要的是什么？不要以自己为中心的，要以什么？以神为中心。哎，这是基督喜欢的，这是耶稣喜欢的，哎，这是神喜欢的。哎，神要我怎么样？那我怎么去做？那我怎么知道呢？圣经里面有啊，所以我们为什么礼拜完之后就开始在查经呢？因为我们每一件事情所走的，就是怎么样让我们越来越像主。虽然我们不可能完全一样，可是越来越像主，我们心自然就会改变，我们就会成为新造的人。所以就像哥林多后书第5章10节怎么讲的呢？若你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以后都变成新的。你是不是新造的人？那就很重要，不是以自己为中心，以神为中心。你是新造的人，你就得到上帝的救恩，上帝的救恩就带到永恒，带到永恒就是永生，你可以跟上帝永远连接在一起，那个才是真正的得救。所以保罗先生说，凡事都可行啦，你不是叫你不能做啦，但是不见得都有益处哦。你凡事都可行，但不见得都能够造就人哦。你可能讲说，我告诉你，我跟你讲的都是真理，你一定要听进去，你不听不行。那个人说我前面下地就不听你讲呢，不见得造就人呢。所以说叫我们要讲什么？讲造就人的话。就像我们开车啊，先生一边开车，太太在旁边一直练向左啦，啊，你开得太快了，你开得太慢了啊，你应该向左，那红绿灯快到，哎，我们灯快。轮到他太太在主菜，他现在旁边赶快下了，赶快下那个辣椒了，赶快炒油了，赶快。太太说：“我在煮菜，是你在煮菜。”他说：“是我在开车，还是你在开车啊？”我们经常眼睛只看到别人，在指摘别人，忘掉我们自己本身是不是应该做造就人的话就好啊？讲的话就造就人，无论别人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不是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因为什么？荣耀神而行啊！这些都是荣耀神的。就好像我们凡事都为众人喜欢，保罗先生讲，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为什么？叫他们得救。哎，一个人得救是多高兴的事情哎！我每次教会看到有人来受洗啊，我的心里说就感谢主。我70几岁了，我如果看到会有来受洗，那种高兴哦，是真的比我去赚大钱做大官更高兴。每一个人在主面前成为他的儿女，能够得救，都是我这辈子梦寐以求的。你们每一个人都像天使。我自己如果能够当你的仆役，把每个人都像天使得救，那多好的一件事情哎！就今天曹庆兄啊，跟我们撇出这个阿公讲啊，伊直甲讲紧嘞，伊讲你是咧吹疝啦，啊，今日带队要倒，你著较早去。哦，听了心里好感动。其实伊较唔知上面，我甲念2个月啊，伊唔知拢有听到无？那感觉就是不一样哎。看到陈先生对那3点半安尼赶来，你感觉就是，哎呀，我丢了讲伊坐车哦，伊伫较山顶啊坐车，一路车261啊坐到遮。哎，261啊，612啦，差不多啦，3个数字拢相共啦。可是你就感觉到那个温馨的温暖，为了亲近主，为了教会礼拜，他就那就是感动啊。你来做礼拜，不是为自己的益处哎，更重要是为别人的益处哎。别人因你而得救，别
不要忘记别人因你而得救。所以我们经常讲一句：赠人玫瑰，手留一下。我们经常讲为别人点一盏灯，在路上走，瞎子在路上走，拿着一盏灯，你说啊，你的车没有看到，搁咧提电话，为什么？照亮别人呢？那么没看懂的，照亮别人就是照亮自己耶。我们所经常看到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无论你们愿意人家怎么待你们，你们就要怎么去待人。这是律法跟先知的总纲啦。如果甲先知的总拳头啦，甲人讲你要安怎，你要安怎对待，你也要希望人安怎对待你，你就安怎对待人。你要别人怎么待你，你就要怎么去待人呐。所以相对的，你捧着一颗心来，你就不要带着一根草回去。完全的奉献，你一定要知道，树根因为树结满的果实，它觉得很快乐。可是你不要忘掉，树根要结满果实，前提是什么？要扎得很深啊。所以它像一棵树栽在溪水边呢。为什么？可以吸收养分。所以我们经常要与主亲近，来吸收主的养分。所以相对的，为什么耶稣要被钉十字架？大家这个答案很简单嘛。耶稣为什么被钉十字架？那当然是为了我们的罪嘛。大家都会背嘛，对不对 ？Bingo， 你答对了。然后呢？难道耶稣钉十字架死了啊？那跟我又有什么关系？他就钉十字架了啊。所以耶稣钉十字架不求他自己的益处，而是求我们的益处。你想想看，耶稣为什么被钉十字架？他如果他妥协一点，他跟那个法利赛人、经学士跟文士，我先强调哈，以前犹太那个时代，包括现在哦。法利赛人是个很受尊敬的团体哦，你不要看完新约以后都觉得法利赛人跟经学士应该骂的、应该打的、应该是不对的，没有啊，是少数的那些伪善的。所以相对的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啊，为什么？让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让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活。等你信主以后，如果你觉得你没有生命更丰盛，你没有生活更得到丰盛的话，我们就要检讨自己。是不是我们哪里不对了？我们哪里没有亲近主？所以每一天要认罪悔改，每一天要跟神更亲近呢。所以主耶稣死的时候，所以说升天的时候，复活了以后，他不是不管呢。就像我离开七堵的时候，他们一直讲，我就跟他们讲一件事情：我每天帮你们祷告，你们会有也回来了。我们最后一天呢，他们的敬拜赞美哦，还有中提琴呢，还有鼓哎。还有那个直笛耶，哇，整个礼拜好高兴啊！你们也可以每个礼拜这样做啊。所以他们几个长老说：“对，我们现在要开始，那看能不能努力到最起码1年，能够有一篇讲道，按照正义讲解圣经。就讲道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上面的讲道，第二个层次你下面所做的跟上面讲出来的要一样。”你不要上面讲完之后，下面说哎，我说我讲啊太呢。所以相对的这段时间，因为我去七堵这段时间，其实我就听你们每一次 Facebook 就听你们在讲道，我们 Facebook 声音好像很小呢那听你们在讲道，既然丢了讲道啊，就让我很感动会有很多人跟我分享，他们有很大的回响。其实我们自己的长子本身讲道很好明年我们努力看看好不好？我们有袁长老啊、曾长老啊、郑长老啊、欧长老啊，你们什么长老啊，你们大家都努力了。明年你们试着上讲台，因为你为了讲道，你会准备了很多圣经，你会按着正义，而不是按着导读本在讲道。那我这2个月就一直听讲道，我发觉到导读本很有用呢。拿一本导读本可以讲100年的圣经。100年的讲道，反正拿3节出来导读本念一念就可以念完讲道，不好吧？讲道是一个见证，是生命的一个见证。所以相对的，所以耶稣走的升天的时候、复活的时候，还差保惠师，还担心我们，还差保惠师来。圣灵本来就来了啦，也就特别把圣灵让我们充满着他。以弗所书3章20那个启示录3章20节告诉我们什么？我站在门外叩门，听见我声音的人就开门。那个叩王是在里面呢，我们要开门呢。你自己都不开门，锁着，让圣灵啊充满我啊。圣灵说我要来，你不让我进来啊。耶稣啊，
耶稣啊，救我！耶稣说有啊，我就站在你旁边啊。你每一天都好忙啊，你忙着做什么？我忙着祷告读经啊。可是我在你旁边啊，你就从来没有求我。圣灵说我要进去，我充满着你，你不给我充满，我有什么办法？我们都很自私的为自己而已啊。所以献内显到个人身上是叫人得到益处了。就像什么是爱，大家会背嘛？爱就像一颗钻石，钻石是不是很多面？哇，爱里面是很久的内容，是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爱是不张狂，爱是不做害羞的事情，爱是不轻易发怒，爱是不计算人的恶，爱是不喜欢不义，爱只喜欢真理。会背了嘛？对不对？各位看看这些。这是求别人的益处还是自己的益处？这些都是求自己的益处。我是要很久的忍耐，我要有恩慈，我要不嫉妒，我要不自夸，我要不做害羞的事情，我要不张狂，我要不计算人的恶，我要不轻易发怒，我只喜欢真理，我不喜欢不义。可是有一件，这里面单独的只有一件事情是什么？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那不是为自己，是为别人。所有的13章里面，我们觉得是爱的总精华，爱的真谛。其实只有所有讲的都是我们自己本身要怎么去付出我们的爱，就一点，不求自己的益处，那才是真正的付出我们的爱。所以相对的，在哥林多13章这段章节，刘霞女士，你们都知道哈，可能知道的人都是我这种年纪的。你们在40岁以下人大概不知道刘霞女士，她真的为整个那个伊甸长长基金会尽心尽力。刘霞女士真的是非常好的人。她说：“其实这些爱我都没有意见，但是我最大的领受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刘霞女士身体残障，可她永远在做一些别人得到益处的事情。所以相对的，人的这些东西说穿了，对自己有好处。更重要的，要不求自己的益处，才是全然的虚极的。不求自己的益处难不难？难呐！但是有一件事情很简单，你在你的儿女身上，你没有感觉到，你可以牺牲自己，完全在你的儿女的身上。那你能不能牺牲自己阿嘎贝的天，在我们的会友，在我们的亲友，在别人的身上？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强调恩友教会是一间真正的教会？为了穷人，为了那些流浪汉，为了那些无法餐风露宿的人，那个教会才真正的教会。有一天我们中心教会能够转型到所有的人进到中心教会来，里面都没有任何的羞耻，每个都是一样上帝所创造非常宝贵的人，每个人都可以昂头挺胸进到上帝的面前，然后谦卑的在十字架前祷告。这才是我们教会啊！且不分大小啊，谁的地位比较高？多久？100年好不好？谁的财富比较多？多久？你活120，还不是生前花的叫财产，生活花的叫遗产呐？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不喜欢不义，爱是不求这些东西，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征求它的美好。所以放弃自己全能的交托，才是唯一的出路。也就我们自己没办法改善自己，唯一的是什么？交托给神。最后，时间已经到了，大嫂一封信来跟各位分享。一个叫舒淇的女孩子，舒淇不是那个演电影那个舒淇哈。从小爸爸妈妈车祸，那时候大哥刚结婚，他跟他大哥有一段年龄的差距哈，因为他很早生完大哥以后，很久了才生这个小妹妹，生完这个小妹妹多久，爸爸妈妈就车祸死掉，所以大哥这个大嫂嫁进来以后，就把这个小女孩带大。大嫂对舒淇尽心尽力，用最好的给她，多爱她。所以从小虽然没有妈妈，可是她感受到长嫂如母，她的大嫂对她非常非常的好啊，好到真的是她每次一听到她回来，她去念大学回来，哇，家就准备满满的。一听到回来，那个大嫂高兴的，她都感受得到。他说：“我虽然没有妈妈，可是我大嫂，我真的这辈子最爱的是我大嫂。你看这么好。大学毕业以后，他就交男朋友啦。
他想说，我回来，我大嫂一定很高兴，我交了这个男朋友，又英俊又潇洒，虽然也是个孤儿，但是相对的，他对我很好，大嫂一定很高兴。没想到带进来以后，大嫂却板着一个脸。大嫂，这是我男朋友，我们准备结婚了。我不喜欢。大嫂平常都是那么高兴的，怎么会这个样子？大嫂，我们要结婚了，你来给我们祝福。不要。我告诉你哦，看你在你男朋友还是我之间，你选一个。你要选大嫂，你就回来大嫂，不要结婚。如果你要选你男朋友，你就出这个家门，不要再回来了。我就当做没有你这个妹妹，等于没有你这个女儿。大嫂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大哥，大哥现在在那边不讲话。大哥你也讲话吧。大哥也不讲话。你大嫂怎么说你就照着做吧。大嫂真的哦，那我就离开这个家了哦。我非她不嫁，我们两个去结婚了。去吧，你踏出家里一步就不要再回来了。爱我一辈子的大嫂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她板着一个脸。那男朋友说：“你放心，舒淇，我一辈子会照顾你，你相信我一定会给你最好的享受。”那时候其实那个男子我看到他大嫂偷偷一笑，然后又一板正经：“你们走吧，不要再回来了。”真的要这样吗？你要嫁就嫁啊，不要再回来了。两个人牵着手走了。要走之前，他大嫂等一下，还有个东西，你妈妈临走前有交代，她有一笔钱。那这几年来，我都用基金帮你操作，也有一笔不少的钱了。这不是我的东西，是你妈妈的东西，拿着就丢给她，丢给她一本基金的存折。大嫂真的要这样吗？拿走，拿走，拿走，跟我没关系，赶快走，赶快走，不要再回来了。我大嫂怎么了？结婚，她也画个喜帖给大哥，也打电话给大哥说：“大哥，我结婚了，你来当我的主婚人。问题我没有爸爸妈妈，他也没有爸爸妈妈，只剩下你跟大嫂，你们来当我们的主婚人好不好？”大哥说：“我会去。”可大嫂说她不参加。真的，你拜托他了，大嫂一定要来了。我就觉得这辈子欠大嫂很多，可他最后总怪怪的。你一定要劝他来。结婚当天，大哥有来，可是大嫂还是没有来。结婚完之后，宾客都送走了，他们就在他们家里新买的家，用他的钱，他大嫂给那钱付头期款，又买了一间房子。他们在那边房子做的时候，书记就开始讲：从小大嫂都对我这么好。那以后怎么会对我这个样子？大哥都默默不讲话，头低着。突然头抬起来，当他听到书记讲说，如果大嫂能够当我的主婚人，参加我的结婚，不晓得多好。大哥叹了一口气。我舒淇，当你带你男朋友来。当你说要带你男朋友回来的那一天，你大嫂高兴的要死哦，去买了好多东西，煮了好多东西。可是那时候医院打电话来叫他去看报告，他说他得了胰脏癌，末期。他问医生：“我能够多久？”你说胰脏癌末期，没有人活超过3个月。现在医学这么发达也没有用，没有活超过3个月。大嫂回来愣住了，就跟大哥讲：“拜托你一件事情，我活不过3个月，我大概也是一下就走了。不要让他们看到我在医院的那种病容不好看的脸，让他们觉得说，让这个男孩子能够好好疼我们舒淇。所以你大嫂在医院没多久就过世了。为什么不告诉我？因为大嫂说不要让你知道。我还告诉你一件事情，你那么小，爸爸妈妈突然车祸死，怎么会有一笔钱？那笔钱是你大嫂的嫁妆啊！你到了嫁妆，
他就告诉我说，嫁妆来的时候就说等你长大要给你当你的嫁妆，所以他就开始慢慢去理财，去用基金把它存成一笔钱。你妈妈没有留给我们什么呢？爸爸妈妈没有留给我们什么？那笔钱是你大嫂的嫁妆，拿给你的钱是你大嫂的嫁妆。大嫂什么时候走的？你跟你男朋友离开不到1个礼拜，他就住院了，就走了。所以走之前告诉我，叫我一定要来参加你的婚礼，因为带着他的祝福。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每一个人，每一个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你们怎么去付出？将你们的爱去付出。当你的付出在神的面前是蒙神的喜悦，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天，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每个人有爱人的心。求你让我们自私的心能够摒除，让魔鬼没有可乘之机。让我们只求别人的益处，上帝的恩典会满满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这是咱的吟上营，也吟圣诗152首，圣诗152首，咱吟第1节到第4节，这是请起立来吟。叫做听人的声，我着欢喜来听。请坐，这时请咱备办心来准备奉献。这时请起立来吟奉献的诗。
时请议员起来，咱吟上营390首，上营390首吟诗选啊，请蔡长老来作导。愿你们得到此满满的恩典，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别人的益处，让主的恩典满溢在你们身上，一生一世有主保持保佑着你们，保守着你们走的每一步路。我们的主要所祈祷稳定地被上帝听堂，谢上通因抓办人祈祷，叫你三甲做伙，对这时直到永世大不说阿门。请坐，这是我用淡薄时间来报告。今日真欢喜，吼，有2位来咱中间的会友，伫咱中间吼。咱第一位咱徐小英小姐吼，请起立吼，欢迎她吼。在敬业路遐吼，我们等一下会后请她跟她有很好的交通吼，跟她彼此分享。来，那另外一位是迄个美女的女儿哈，徐美惠带伊的朋友王国杰哈，这样就王国俊拍摄等下中间欢迎他们来希望后边有时间他接来再拜托美女姐，好谢谢会后跟他们也很好交通。好，来我们来看那个报告那下个礼拜有担任侍奉的同工请咱比板心。奉献咱家己来看，咱有订单，咱再来会给跟进同款，咱今日有迄个升学仪式有几位已经升大学升高中、升小学只是学唔知有叫因来无？咱现在请因来，咱再做一个，迄个请蔡长老担做升学士的迄个祝福。咱礼拜四咱赶快要开。定期中职会请中职老部迄个阁落去咱伫后礼拜咱有举行圣礼典，有了咱要召开临时互会，咱要改选2名的长老甲5名的执事名单伫后壁，请家己来看。伫遮有2点，要直接代表社会先甲咱报告，因为今日后礼拜要选举，时间有一寡问题，先甲咱讲一下第一点就是讲。咱名咱会讲有的名咱会无顶头是安怎？咱会使家己来看第一个就是讲，若要申请伫咱教会迄个住址的人就爱伫个1季以内至少出席1/2，毋是讲我今日要礼拜，我就要入籍转籍，咱今时间会无办法配合，所以就1季1季就4个月来3个月你爱出席一半，才有办法帮你做转籍的动作较重要就是讲。伊转职到迄个要更新了是领税率爱18岁，毋是讲我带囡仔来，你就帮我迄个受洗，迄个坚信你爱到18岁以后，他承认他有自己能力判断，再来做坚信礼详细我们会在下礼拜公告。一点就是讲后礼拜你选举的时阵社会有统计就是讲，因为要每个人比较有机会参与教会事工，咱来讲一个家庭内底有一个人已经。做长老，一人做执事，还是讲2个执事、2个长老，
不要再选他们的子女来讲相关的人，吼较侪人，毋通讲阮兜就3个拢做特殊长老，安尼毋通安尼，吼，尽量讲，互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来做阵的参与，因为这教会毋是啥物人，毋是讲啊陈家的、郑家的、林家的，不是，是每一个人的，所以希望说人人都有事工，人人都为主来服务，啊，较侪人出来，以后我们也可以看到也有饶弟兄啦、像吴弟兄啦，谁他们都可以来参与，让教会可以更兴旺。这是我们希望说每个人都一起努力，好不好？谢谢各位详细我们会贴在后面，到时候请大家来看希望说每个人对我们教会能够关心更好咱这时咱先请泽博要来讲迄个这礼拜，因为咱基本上这几了要进入到以西结请泽博咱先分享一下这礼拜的进度是进到那个撒母耳记下19章到24章，那还有以西结书的第1章。那我的想说，我们还是就那个撒母耳记这边来做一个总结哈。那19章到24章的部分，其实它是比较已经算是尾声哦。就是在19、20章这边，它是讲到那个押沙龙大卫的儿子，他死掉以后，那大卫为他哀伤，但是他没办法走出这个阴影，那所以他的那个元帅就去那个算是规劝他，那大卫也听进去了，就有出来说要那个回到耶路撒冷去，来那个继续他的这个接回这个王位。那这边大卫其实我们也看到他很像，就是那个他为了这个王国的合一他就不计前嫌，就是之前那个辱骂他的人还有之前说要答应他，就像那个扫罗约拿单的儿子要还有另外一位就说曾经在他逃亡的时候帮助他的人这些人就是大卫都有做出非常好的这个处理然后他也那个任命那个押沙龙的那个元帅来接任，就代替那个约押这个来当那个他这个新的王国的这个元帅那当然他回来耶路撒冷这个有造成那个南北有一些就犹太人跟北方十字派的有一些争执那然后这个争执就导致有另外有一个叫做示巴这个人他是便雅悯支派的这个人来就是叛变，那然后也是一样，就是这中间有一些细节，我们其实小组可以再讨论，就是说那个依照新眼光的里面所讲就是特别提到一个智慧的妇人他就是因为他那个跟约押谈判，然后那个同意把这个叛乱的这个主谋示巴，让他把他交出来把那头砍掉，然后那个从城门丢给那个约押，然后就让那个城免除被那个就是说被屠杀这样子那然后再来就是还有21章到24章的部分，它是算是一些大卫王朝的一些那个后记有一些附录片段的部分。那主要的有讲到几件事一个是那个讲到他呢曾经大卫的国有3年的饥荒，那然后那个大卫求问神，那神有告诉他说，这是这个曾经扫罗有那个就是在他境内有一个民族那个畸变人，就是说他去迫害这个民族，然后那个所以是就是违背上帝他那个违背他那个立的约那然后所以
要交出扫罗的7个孙子来抵这个扫罗这个罪因为他就是可以看出这个领袖犯罪那个祸及全国，那然后就说那大卫也是妥善的来处理这个问题。那另外这中间也有提到大卫的赞美诗就是那个诗篇第18篇大家也可以我一直在也曾经一直在重复就是说我们在看撒母耳记的时候，大卫的故事我们可以跟那个诗篇跟还有那个历代志这中间有一些描述的部分一起看会比较一个图像会比较完整。那另外最后还有一个讲到那个大卫那个就是要建，就还有一个丑事就是大卫他那个神他说这边说神激动大卫来数点全国的人口就做那个全国户口普查。那这边就显明大卫他有点自以为意要彰显自己的荣耀。那这个事就惹动了神的愤怒那然后但是大卫他有察觉他自己有罪那但是也来不及了就那个神的愤怒已经临到他请那个先知来告诉大卫说我有那个三样灾祸，请你选一个，我要降灾那大卫他回应说，他情愿落在耶和华的手中，不愿落在人的手中那所以那个神就降那个瘟疫那个在以色列那要3天3天的瘟疫，那才第1天就死了7万人那但是后来瘟疫要传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神就那个后悔了，那他命令那个天使就停止。那大卫那这时候也在那个这个有一个地方就是那个亚劳拿的禾场，那这个地方比较特别，它是就说那个是耶布斯人的一个禾场，然后大卫在那里献祭，然后又把这一块地买下来，然后作为后来就是成为那个所罗门建圣殿的那一块地。那再来就说总结一下那个撒母耳记讲到大卫的故事其实大卫也跟今天蔡长老的这个主题很有接近那个大卫我们说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嘛，那其实我们仔细看他的故事，他就是那个不求自己的益处，然后为了神国的事，以神国的事为念，那凡事求问这样。那其实大卫除了你说他除了88这个丑事跟这个数点人口这个丑事，那其实他还是就是说他还是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你说他那个宽大为怀他对那个他的部下约押就是那个为了自己的权利，他那个就是杀了自己那个他用计谋就是2次第一次是杀害那个扫罗的元帅，那第2次是杀害这个押沙龙的元帅。那然后还有对那个之前他逃亡的时候，那个咒骂他那个示每，他都好像为了就好像宽大为怀那其实我们在看到往下看那个列王纪上那边他年老的时候要那个交代所罗门他说在列王纪上第2章那边他交代所罗门说。那个约押跟这个示每就是那种之前骂他那个人说，这2个人都不要让他善终对啊，其实大卫还是有他就是在政治上还是有一些，就说好像也
没有说真的是那么的宽大为怀啊。那但是其实我们从整个大卫的故事可以看到，他还是很遵行，就是很说合身心意啊，就是说，就是他很多事情他是靠着主，然后让这个神国来成就在这地上。好，那我们分享到这边，谢谢。好，谢谢泽博执事哈。来，我们这时候请那个今年要升级的小朋友哈，还有到前面来哈。我们先从那个小学要升国中的哈，由许安，好，周宇恩。那升高中的有许耀，升高中许耀，好，来，那升大学的哈，有许悦、罗雨晴、吴若安哈。来，咱知影因是啥个迄个子女无？来，我问你，周玉安是啥个？姨婆的哦。啊，需要像诶。好，他们刚好3个都升级哈。那罗雨晴没有来了哈。那吴若安也没有来，好，那不用请爸爸代替的哦。好来，啊，无，给这样。要拍拍手哈。等一下要照一张相。好，给拍拍手，谢谢他们哦。好来，这时哦，来集体交通，要集体交通，我先代表阮妈妈啦吼，甲阮厝的人，甲各位说谢谢啦吼。阮妈妈伫个拜二已经有伫个安葬伫个迄个平安园吼，很谢谢圣歌队吼，到棒中陪我妈妈演奏最后一曲哈，让她很高兴。我想她在天堂也很高兴。那谢谢各位哈。我们等一下要为刘凤珠他们一家哈，他那个杰仁、杰峰他们全家的小孩子、孙子祷告，个寇孝根长老庄清生到庄雅文他们全家祷告。我们等一下在小组也可以特别为他们的祷告。好第二，咱为了身体欠安尼哈，因为最近天气真的很热哈，那我们出外的时候特别小心哈，很多人会头晕或者身体不舒服。希望我们自己特别小心，也特别为他们照顾他们的亲人来祷告哈。像吴金生他是很辛苦，我们也特别要为他来祷告哈。求主跟我们每个人同在，求神来扶持哈。在最艰难的时候我们要走过哈。希望说大家一起努力，好不好？好，那我们最后我们请圣歌队来帮我们唱一个祝福的歌，那我们来领受神的祝福。
安，这是咱家平安的吼。好，咱这是咱互相要请安吼。啊，特别像徐姐妹哈，啊大王弟兄哈，大徐美惠，他们要请安哈。